啥事来念经，那么念经了后，你甲问经，不一定会知。伊就讲啊，著书我咧交代写咧念，就这咧是修。那么这叫做一种见闻传授。那么这个修行的见闻传授是自己看到经义，听到这个经义了后呢，伊会当开始开始自己在自性中开始自转。修行叫做自度自转，所以自度自转的人称叫做修行。五法解义呢是中心。中心就是听到经义了后呢，咱本身会产生一种契机。咱本身的这种体悟，亲像对一个，咱看到这个经义当中，在咱的自性、自心内底，咱会去感受佛的大义，就是你讲啥物。所以五条是开悟，所以五条是佛，第一条是众生，所以五法解义呢，这称叫做中心。那么会当以实法来做咱修持，这就真实的代志啦。大乘法门除了你会当五法解义了，你阁会当来修持。就亲像讲，持经当中护持经法，阁会当来为你解释，这叫做大乘之法门。那么大乘法门在经义当中，咱是思维内底，甲咱研究了解。其实不敢讲，都不离心啊。不离体啊！咱只要遵循着佛所讲的这个经做咱的修行的指标，照咱如是做，如是修，如是行，咱必然会当甲佛理慢慢接近。因为佛将来是不打无义，在经国经内底，佛给咱标示讲，不是真理者，是理者，如理者，不异理者，不公理者。但是一真者一切真啊！咱的心若真，心中就佛；心若假，心中就佛。所以咱若会当依法来实修，这就是真实的大乘法门。那么依法实修，免就问题来见证，亲像咱即阵足侪清高以上的这个内底，在平常时阵，时常对自己自心的要求。对经典的指引，不但如此呢，咱会当依照咱老师的交代，会当来推动，来甲足侪人机会来点。尤其咱即阵的问题，本来伫台湾做基础，即阵国外呢，使讲咱老师呢，方面倒出去台湾。那么这就是过去来讲，这就是一个大乘法门的修持。如果咱今日无了解实义，咱无了解修道的意义者，叫你去做这件事，可能不做过来。所以咱今日了解实义了后，咱知影讲这条路是咱人生最后究竟必定爱行，所以咱一定咱会当秉烛助缘。秉烛助缘就是从你过去的业性当中，透过修行找到答案吼，这条路就是形成了某种改变。所以一旦依法实修人，这就是含义不敢讲大乘之法。那么后面讲万法尽空，万法无边，一切不染，理诸法相，名最上修。所以咱过去人讲过一句话讲，师父引进来，修行在个人，对不对？咱修行当中虽然有道经的这个资料，有经典。这个教育，但是呢，甲实体来讲呢，咱喺大家呢合作来讲，爱一切不了。心一旦理想，离一切相不敢讲，即便自分。心若不理想，咱必定理想所达。咱的心在迄个当下，咱就无法度自由自在。所以办法尽空，会当对一切因缘、因体、因缘、因果。种种的事理呢，咱会当来处理，会当去甲了解。如同大体来讲，一旦福田贯通焉，即将稳表里清楚无不道，其我心全体之大用无不明，此为不见，此为理之必然。一个修行人来讲，他这种的境界，伊
甲骨的即个本意是本无差别。一旦咱会当把即个事理、物理、生理甲贯通，即种骨的表意清楚无错，内外分明，内外分明，咱所看当中一切因缘了如然如定，咱对过去甚至未知到未来，要安怎去做，要安怎去成事，咱家己清清楚楚。所以咱会当达到即种的心境的流动，咱就做人讲是万法尽空，万法无边，但是爱一切不了，理就发生。不敢讲这叫做定最上先，但是行是先依啊，真正这个行最上先定义就是爱做。今仔日咱要起到最重要的这个性质，开始是结束的道会较最理想。有较实际的，各方面结果啥物拢做者，但是咱若有要开工，即件事就能起，起袂起来咧。尤其咱像咧做电脑，咱买即个地开始规划时阵，规划就甲肯定啊3档5档，伊袂讲伊规划好厝家己洗出来。迄个图画好，咱就爱开始啦，先做一条爱为基础，然后开始为上基础做。甲咱想的共款啦。咱得到道了，上天已经定制着咱，灵师嘛时常甲咱讲出了一个足好的一个环境啊。但是唯一所欠缺着咱爱去行，爱去做。所以真正的大成天意是爱做，爱去甲做出来。毋是空谈。所以就做咱强调就是讲啦，讲由于别人空心行者，别无所思，自谦为大。处理问题不可理喻，为下难道。为生活嘛是修了真好啊，每一工就是反反复复，空心静坐，别无所思，啥物拢无思着。但是呢，这种修持若无配合着天时功夫，真容易形成了自己的这个自见。自见就自放。所以讲如果伊会自谦为大，所以就做人讲，处理问题不可理喻。你该讲的你，因为已经从迄个门墙做到有够高，所以你去讲的是啥？那么就做讲这为社定，既然是社定，就见法。所以真实的生意，最上乘的生意就是爱去，爱去。咱无法要去到倒位啊，好远的路，就爱为第一步开始行起。咱无法要去爬到外面的山。咱就爱为山海第一步爬去，对不对？咱今日若安尼去做，咱只是在经典上面做，在口头上去做，对咱的自信有帮助，无帮助。所以咱跟老师就注意，人才成熟了后，拢会鼓励做啥？大人，对不对？学三宝，对不对？学讲师，然后呢，爱来做点服务。然后爱去成就兄弟姊妹，爱去扶持，这就是咱在咧经营一间圣人关系的桥啊、软汤、水泥、沙井、玻璃、油漆，足侪原料。这个原料咱若无去收集倒转来，你有钱有拿到，你无料袂去做，你总得有心，嘛去袂好势。所以这是一个成道的一个主理。所以菩萨就是了解这个。所以会当布施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神经，但是最后以地为关键。所以真正的大乘法义呢，是因为爱有咱本身真实的特性去甲实现。所以行是天意，不在靠经。所以咱来讲来实践说，为人解说，会当来实践说。解释就是令诚信受持处法，并讲为人参说发自妙旨的时阵，咱会当安尼做的时阵呢，如来设知是设计是如来甲咱讲，如来设知是设计是这种的人会当安尼做，家己成就无量的正定境界。这种的人呢，会当来为人解说。方式变化，那么如来设计是设计是，也就是讲，会当生理生理的人，
公用结合，伊会当较不会不上配合，会当应客不应。所以这种的工程叫做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的工程。所以在修道的真实法门上呢，事实一个大乘人修持伊并无即条这个工程，但是佛为着要甲这个环境，甚至讲像我未记我这个拿路你看，就是安尼。物件还未做好，但是我一个三不路你看，就是安尼。佛甲咱讲，咱来当如此而做，如来设计是设计是该你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工程。那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工程，不可量、不可称的，在咱世界上对着佛，对着牛，拢有一个度、量、衡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可量的就是用，不可称的就是用，无有边是道。也就是讲，一个真实的修行人，伊会来当奉持经法，广为人说。如来讲，即种的人会当真正做到安尼人，伊是不可称、不可量，伊的功德是不可思议。这是佛对着修行大乘法门的人，而来对咱即种的这个赞叹的这个本意。所以呢，世界上虽然有这个道甲量甲行，但是真正修持大乘法门的功德是无法度用这样的来形容。所以世尊在经里来讲，乃至圣顺，不可思议，因为伊的量如同行为三十啊多，但是该浓缩伊的总量叫做功德。所以功德在发生中，功德是在咱为人说法，功德在为人服务，功德在为一切人智慧，来开示悟入。在这个当中呢，伊显示了功德的殊胜。所以这个功德呢，不是真困难的，只要你有心去做，即能有做。所以不讲不可能，不可称，无有边，不可思议功德时阵，到了这个意境当中，即种的人不敢讲，即种人即个何当如来何了何三藐三菩提。何当好就是歹的，担就是严格，就是担。咱今日修行就是爱负担。咱建老师交代落来的这个道路的职责，做人才就是爱去甲承担，爱去甲负担。一个人有负担、有承担，代表伊有度量、有勇气、有智慧。咱若无经过负担，无经过承担，咱的心智受限。所以了后，我有春夏秋冬，所有一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。若无经过这个大环境的历练，这个水果、这个树木就袂生成。一个人才修学到了后，成透了后，若无真正在道中落实去修行，伊的心智也是感觉袂生成。所以甲大乘人赞叹讲，这个人会当为人说法，那么伊这种的付出的意见，以佛的感受来讲，伊即个负担如来的家业。如来家业是啥物？如来家业就是要来度众，使一切众生会当开示悟入，使人会当来得到真实解脱法门。所以经中讲第二分，先讲，先讲伊要从九界一切众生来度尽，由卵生到胎生，由湿生到化生，由有色到无色，由有相到无相，由无有相到无相。不讲破解定义为了。佛的法身讲，要将一切九界众生，要互所有的兄弟姊妹在文化当中会当开示悟入，体会了这个自然本体，会当入了无疑了无境界。但是伊不敢讲，只入了真实的无疑了无境界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是无众生得到无常。所以经无经伊的定义就伫这个所在。咱为着要推动道路，咱用尽咱的实力，开足侪财源，用足侪时间，咱都希望将这个道路办好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道路办好
分别道前了，有名众生，开量释法，有受无受，有相无相，就非相无相。这众生的道真，即日到未了的时阵，不敢讲啊，是无众生道。所以后壁伊补充足重要一句经句，伊讲诸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所以咱在修持大乘法门，咱一定要了解一点两点。咱无管今仔日大人偌济，生活是讲了解到最后你爱归零，到最后爱归零，每时爱归零。咱千万毋通甲咱所做的代量一直甲归零，安尼咱的心灵空，咱的心灵空咱就无法度搁继续用用。亲像拄则所讲的，迷人。空心静坐，一无所思，自清自在，甲落尾第三性即种即个顺序，这是咱生活当中足大一种障碍，咱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。所以何当如来无量德三藐三菩提，凡是大有成就，就当何当如来是有精进。生意进修以来，凡是会当何当如来无量德三藐三菩提来，伊就是有精进，有伊的生意精进所修来。所以咱真正内底，就下来对因拢足有影敬畏，无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，只要是道中的事，伊真正是无怨无悔，牺牲奉献。尤其咱或许较接近是咱华人是迄个老菩萨，咱过去真是足济人捌吴老先生，伊的精神、修道精神，虽然讲伊捌伊无济，但是伊迄个精神，伊咱或许来修道。咱自圣人成立以后，一路行过来，伊人才咱一礼拜一班，一届，就是每一个人才要带一礼拜。然后呢，爱遵守着，当时去报道，但是倒转来爱献早物。但是咱这个老菩萨自不当开道到即阵，逐工拢遐修。这是伊修道的一个精神，伊对道真正有清净。但是佫有一点特别咱学习，尤其咱是清口人才，咱拢捌字字文。伊毋捌字伊为着要背着玉祖的迄个。一首的迄个结语伊背偌久呢？已经背几十日啦，佫背较袂熟。但是伊愈背愈用心，诸佛妙理，非观文字。伊咧背这8字已经背几十日啦，背袂起来。但是听讲即马已经慢慢已经要熟悉啦。但是咱今日看讲即个老菩萨，伊咧背经背了好到半时，伊的精神。看出着伊的精神，伊对修道迄种的坚持，所以这个经验在咱道中呢比比皆是。所以咱今日修行看到真正这个法之对其实就是为这个当中咱去反省，为什么我哋做唔到？那么咱低修之路，咱做唔到。诸佛名义非观文字，真容易背，真容易写，甚至嘛真容易解说。但是对着一个毋捌字的老菩萨来讲，这个诸佛名义非观文字，若要背是偌痛苦，你敢知？但是伊的坚持，咱去看伊迄个付出这种坚持，所以咱对伊产生足大的敬畏。所以因此呢，要成当如来无量德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有精进甲成修之来。所以这个经常讲可以讲。用后消化者，用我变人的众生的实相，这个出现不连习之所与人解说。那么消化，何为消化？上面的情形，这个消化呢，就是修行法之理。修成法之理，贪妄执着，容易变成狭隘，不能发大智者。
叫做消法。那么消法呢叫做修行法，修行法像叫做无了义不了义法。这个不了义法呢，就是伊在用五戒，这个五戒，这个戒是一种法则。伊看到当中，伊本身无法度甲消化变成固质，像迄个水放入去烟雾内底会变啥？水就变啥？变甜啊干，甜苦苦。你冷度愈加爱愈甜，消化机制是安尼。所以伊用五戒，这个戒呢就是叫做法则。那么修行人呢，伊所执着戒就是执着啥？五蕴加合之色心为真。咱讲的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伊讲一定爱修修，伊修行当中一定爱为这个五蕴当中呢，去去研究，去感受，去体会。伊将着这个五蕴加合之色心呢，为我未练甲精进。学道就是要自我去净化咱的心灵，但是咱学道的学愈济，无用去反观的，咱真容易受法所绑。所以修行法之人呢，伊来讲，过去的佛，当时你讲佛法经时，讲佛法经时当时说法时阵，也真紧的，佛伫讲佛法时阵，有5000个弟子走呢，听无啦，坐袂了，听袂落。所以佛伫讲佛法呢，有5000弟子真紧听佛伫说佛法经时而成，而开去。所以真实要体会了，发这真实的法门，若无真正用真实的心，真正是难得。所以咱今日听经有咱好势发现讲，咱所有开班的孩子们，将来无一个缺席，拢有数之中。这就表示讲咧，咱的这个体质的实践非常的无简单。所以着上者，伊有人讲，这是一种病态。这是一种病态，这嘛是叫做咱在修法当中对法则的一种病态。这个病态就叫做法则。那么因为咱的产生这个病态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咱是无法度去见到这个真实的实体，所以咱才产生了魔障。所以佛教来讲，爱离一切相。那么离一切相，心境无变，就会平衡。离一切相，佛教来讲，即个诸佛。在佛的佛教内底呢，伊是所有的一切能包容，但是伊在所有一切无量之中，所以伊心在自然，所以心在自由称叫做自然，无所求体，无所求来，来去自由。所以咱的心内咱提升到这种意境，咱不管是在静态、在动态、在处在必，其实咱的心才是自由。如果咱的心若无法度提升到这种境界时阵，咱真容易在念念念，在心念心。在这个当中，咱的心就被啥？被外在境界所绑。所以咱讲，咱人的心是啥？有六根嘛。那么六根我有六根嘛，对不对？六根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六根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那么根言相应时阵，就要看。所以修行之人是在根言相应时阵，伊伫根言相应当中去用心，但是迄个心一定要去自我自改，所以称为叫做修行之法。所以修行法之人呢，因为含广执着，用伊来见性加爱，不能发财致富。这叫做修行之法。所以修行之法呢，法名叫做速度佛，顺流同行。所以修行之法，如果若走伫这个所在是非常可惜。多这样的事情，咱无法度真正在